人这当地有关那不是负责人这个有公司的啦，哦，公司因素嘛，哦，是因年嘛，哦，因年嘛，因年嘛，所缘缘嘛，哦。到时间点嘛啊，从这个身上面，你现在来这样很突出的哦。哦，因缘因，这一年的跟这一样，当然这个因是不经济的，哦，不经济啊，对嘛？缘的说缘起。心结，那个东西嘛，心里面你看对了，那个东西嘛，对不对？这它能决定，但是你接触物的因素在这，你缘这个起嘛，是缘起嘛，就原来这点进去了，哦，点进去都点进用你来这个，我们看看。动点因，好，那你这点，然后这是因缘因缘，你这把这因缘好像挺过这边的啦，好，好，这关键的说，因缘要各种这个已经这样，果完成了这个各种，各种是一个一个因。点起来，你看看我们这里各种，好，这是整个过程。但是这里因好的因缘的种子，因缘的种子，第二个是所缘缘，这个所缘缘这个是什么？这个相续啊，应该是相续，相续，相续的说，熟的这个断。这里你看，它在这里你看，要不分这个手缘缘，按照讲，你这经济点的要，这经济点的要，印度的手缘缘，你相关的相续相关的点在哪？比如前面这经济档，你不是，哦，还有结婚，还有生育，相关的交相的。这天气很差异，如果天气减掉，都表示一年不够的当中，你看，我刚才讲的，要报这个是很在网络前面告诉你知道，这大部分在我们中间，这大部分在那，进口到，他们是拿来在我们关于这个太阳能。这个电影它有的新闻，我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今天电脑打的去过会，就是那种电影的，我要电影你会不会把这个我换颜色了？这是你否认你在想。那无间缘最好叫的无间正，是间断，不干通的也在当里相续的话，任何为开始这种相续，它已经手边的一个相续，但是这个是断，这不你在哪里？你等谁在？二来呢，增上缘，那么这个增上缘呢，假如说这边这一条，你要怎么样增上缘？好，那你假如你现在呢，正常上的语言，你假如可以问进，从一些银行、一些银行或者小学了，就正常的。因为我这个公来说呢，前面使用来说，因为一共有钱的下手，那你来现在这个是一个佛手。那你就佛手，不见啊，真的我是你们对不对？那种一点的这个，那种一点的这个
因缘来修得，你有因这个缘，我才讲不当作我，你就是因的因这个人家优点的哪点？因缘做好的，你们想到这个人家，也在你这个人家，也在你的走因缘，也在你的无间缘，也在你的正上缘。说这样走远远，你要相信不能知道。哪里说哪里好？但是你，但是主线，但是这个你跟他解决问题，但是你，那你想拿到这个，那你拿到你给通过的问题，你拿到你能知道你对不对？但是你说大家很好啊，对不对？啊，你，但是你看看，这一年这个五结尾的啊。受益人，要我们要相信的，那不单是我们要主动的，那最肯定勉强自己。好，那无间缘，你不接受的，你要来接受教育，我只是把你要来培养你这一个的，是吧？这一个国手，对，你这个国手，所以你要是这么远，我们今天去你选择在这边去到这里，一归的正上面，一归年那边，我在这国看他们，你想说好，你这样来好一点，因为他打告诉你，一般在跟他直接讲，在这个我问他，我要去，我就会去，那不讲呢，他们求佛法心切，他们要知道，这是真快，他们的智慧嘛，但是那个。没想到因地果还是你必须要维持来这场，你要走过这种条件。因为你看，我们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那你对起呼吁什么的表现啊？因为呢，我让他讲过，那做主说，那我指挥，那这回来，那你地位打开了，给广会有个点。那对比经济啊，那是修正啊，他说今天的经济啊，这个地位修了不用，那现在到这样子，明天这个你会发现，你说我发好东西啊，但是我那是明天我给可能不给我给，那说那我好，哎，你过去或者是你放开始，人家放开始他只拿着拿工资。跟你讲，这些人讲，我这些人讲，经济上我这样讲，经济上讲这光彩，自己在对不对啊？所以感受经济不完整，后来今天各地都有经济环境，都讲那里是哪些表示？说是结果呢，最好是讲都有。你给这个定性里面，你按照更多的法，都我想过。你以前是非常害怕，你要害怕我们发现，但你来呢，你得要明白。地方警察还是给出去，他说了，他要用什么的法？后面的地方给出去，他就我这么他就，他给出第一个人，都有。规方呢，真正遇到的责任应该不给他定好，所以呢，那个你说对，你要怎么口还身，都有些口还身相关的思想补充，以及随时在这方面。当然大正是过程补充的，随时是一个假正，一个佛法论。但是你大正是的这是什么的东西？这些也不告诉你这两个人啊，要你过贪官啊，要你过刑官啊，要你过劳官啊，你们人啊要过你的五年嘛，你的五年不过，你一定会变见啊，你的所谓的好法，但是用这修行好法，这是怎样？你要怎么样？所以你能够就是呢，你说无形的无形，这些是东西。都讲是人工，有人做不到无形众生，但是无形众生，你自己的功力变好，
这段是不正常的意见。你讲他没有佛法，这是说他说三本大师这个法门生啊。今天这里是如来地狱文化我所说的。新生总是广长时啊，但是无地法身啊，说后面的先锋啊，因为他无起，他没有感情的东西，本身你的这个意义，你的列这个意见，你顶上他这让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都是有平等，可能讲你观这种话，你观到你讲啊，意见不了，意见不了，也现在也就很便宜，到位怎么样？他想微笑，他展现他的智慧，但是他不然，他是怕我。所以无情运动，无情运动，这段因为咱讲道理，因为直接这讲，我们最上这个法义的这因无情就靠其中，既然无见，无的见，无的观点，无情的总之。那无限意无生，无形行感情的斗志，它无动意无生，无限意无生，给大家去画作，因由无动意无生了，由无限意无生了，无限是说它没有有情的自信哦，它没有有情的自信，它就不会再生有情的东西来哦。那么你说无情亦无动，这个无情，它这个无情。人讲话，天天无情，天天有情，那没有。所以这段的一个无情的、有情的，懂那个所以这里发挥，咱两个举特了咱得讲一定要概念，无情亦无动，然后无情这个没有感情的东西，无性亦无生，这个没有自信的东西。一个没有感情的东西，也没有自信的东西，那它会生出有感情的东西出来吗？不可能出现。所以所以就表示说，上面有几个叫因地果还生，有人公正，所以不为后动。来让同志感动说，第一个建立关于一些因缘因缘有比例比重重点，咱们提高一个边界，咱们画给咱的主线，咱的主线，那么这个话，所以我这回知道一点床单的行动，但床单的双重烟双重对，不给不讲话，但是话当中，惹到的话会，这样他们睡眼除了直接我们双方年轻人还会哭了，我双方但双方这个出来，工业环境双重烟的数目大出，但是另一个化学体感，有双重烟的花朵在里面这个态度不可以，基本上因缘如此，因缘对不对？你过了到当天。这个双方的季节根本一个法，因其主中，到这边当然它的最美最漂亮。那天气，那个体验条件所以它是比较模糊的。这个新南湖这个新南河间湖河边一小儿科的医生。引荐身体外科骨科的主任，引荐的主任，他就很常讲，他行业有领导体系，他的问题，他老说话的时候问你一个问题，我听懂了，你说这个明星见性，说这个明星见性，他这个我可以讲的明星见性，就不是明星见性，这个是个明子的见性，他说怎么说呢？我就跟他讲，明天见面不要说，你有明天见，你有爱的不说，
我告诉你，我很简单的这个例子，今天你就会来这黑漆漆的房间，6块钱没变过，我从来没有，我按照这样子办法，那简单的泡根啊，6块钱没变过，我从来没有，因为理工变更的几年间，跨给理工变的界限。那因为第5年这个你刚才来说还有年龄界限，按照第1块还有年龄界限，啊你银行家的房子的生活还有年龄界限，你往上这个年龄界限，我才这个记录，我这个你很不这样做。你说好，你说到后面出来了，到后面出来，光明两天打工自己打工掉，你还没有认真。今天的可以，历史那些题材的提升，那个是人生的问题。到今天来，第三，你的思想这种思想，那已经出了明显问题。所以言语道断，心情体内，因为双重推考虑，我帮你的百度给双重你开出来了。你一看就知道双重开出来了嘛，心理是障碍嘛。不信我就来纠正，你要记得往互相嘛，或者传相道嘛。当时改我们要传相道，第二个只要互相道才能改错。当下什么？是解脱了。所以决定结论得到，所以明天的通，那个是一看就意见，你靠意见找也好，重点是一个呢。一生能是什么？天别看啊，一是什么？万年一嘛，3年是多钱嘛？那你我还是明天见吗？明天见几个那个外公，同样是个东西，见几个东西一样，见几个东西嘛。这里面是公理嘛？连接是讲智嘛，智慧的智嘛，对不对？那你这是地主嘛？那刚才讲，他们地主你要是有名这个在地方，这个东方灯，这个是太阳嘛？这个是太阳光嘛？太阳光你这样的，它光你没看你光过了吗？你看到太阳，看到太阳光嘛？你看到太阳不能看到太阳嘛？你不要，你不看到太阳，不要看到太阳，都看到你的力的强。所以你虚无理论佛所说，见不是见不相的体性。因为是不是相的体性？你那个见不是见不相的体性嘛？这是这工作的意义。所以你了解这个完全明经验，我要怎么帮你弄？所以今天给大家这里今日一韩导呢，跟讲睡觉，韩导说：“洪老师，你这个跟点是这样，太棒了，太好了。”我说：“你听懂吗？”韩导，我说韩导，我来人家韩导，太棒了，本身是个道理。我是给了2个经验，他要搞这个经验，我要拿这个经验给他打。我就跟他说了，我还是有记忆嘛。我就讲无言嘛，你讲到给我，可能我就讲的角度，他看的角度不是说是一样嘛？那个是经验啊，你意思是我的意思，还要再讲什么？你看，他这个到明天或者明天你看你看的明天我可以嘛？你看的阿拉斯加我可以嘛？你看的我可以看阿拉斯加我可以嘛？你看正常吗？那你要不可以嘛？你住在起来了，你就会感觉，你就会了解，就还是相信的。做工作习惯，这个打磨才出了错误，错了出错了，一见过穿，一进不了，带在胸前，带在胸前啊。我一心穿心，然后改成人怎么改？这光人要怎么讲？因为一穿回去后，那个考在讲，为什么我在出来
了，啊来到当初的时阵，人以之咱哪有之果穿以性体，就讲伊穿着伊挂吼，伊挂以性体，大概上前嘛吼，当然有大概向前，大概向前拢能解释，不大概拢用向，以向在传承吼，以向在传承吼，依循传承，这是个讲，因此果传出以为性体，咱们就讲吼，这是性体吼，是种这传统教育主要的物件。大概向前嘛，大家是向传前利用秀来做传前嘛，发达是以经传经令人我这个是光是做不做？伊讲发的物件是以经传经啦，就是以经传经，以经传经的令人我看，就是他的原理。当时当然，这个是专凭经济的当中，有叫抓凶新文化，必将必将交刚总结完了这个因为这个物件，为什么说这是专凭经济经济成用感，用心的感。你若看上去做法，就是讲你养一兵，你去毛病，把总结我的最高分发起，再加上再吹专注把手就对了。但讲这个我唔是容易做，这个是以前的所以呢，咱总结的一方面也做上要变化的学习。今天呢，这是第一传经，所以你不靠手机的，现在呢，这是因为是经就可以所以呢，我用什么我这个人来这个我用什么来锻炼他的心，小东西，不能靠我的东西。你大会大，一天好大，你就把教室搞来搞，所以呢，他一天传经，该变就能改。你呢，我能看，但是我能我谈什么见解，我能不好了如果我们地方分类输出有关系这方面，当然，能打做。如果咱做过嘛，咱做过，如果我地方分类输出有关系嘛，这个关键让这个关系来给它讲，以及关键嘛，因为你电脑来你本来你来做，你把这个切伊就有本体对不对？这咱来注意所在，按这个，那我讲说，咱就这个本体就是本心，来这边再说，这个本体是空间一样，这个本体是空体，这个本体是空用，现在呢，在空间边，以前是空间，当然这个体。这是空间，这个心不浓，这个心毛已经怎样？这个心拿一有一对这流露出来，说这个鸟心，这个鸟心，这个鸟心，它空间有些逻辑上，因为鸟不可言的，它不可言，空间嘛是不可言的，当的意思嘛，它就是。这个物件，这个物件，
就会是这样。哦，这个来说，这个米呀，你这块肉的问题才对哦，对不对？这块的地先到底是先，是不是这样？先的地先对应的时候，地先的对应嘛，但是这个主题的底哦，那个不上哦。无相啊，无相的先的是讲什么呀？它无上的善，那这个是大家来说，比如大家记住来理解，来记住，在这里面地先。在地间，这个地间的情况下，这个地间的兄弟也不配，就把这个情况能才是处理，因为这个对不对？这里的就是德嘛，道德大说就是道，民主非常明嘛，这种情况下，这种天性嘛，今天呢？这个开始就是道德，道不齐嘛，它本身是用嘛。那么呢，道不离齐，齐不离道，按这条意思，这里面回来了。如果你以这德来离开缺点，这变成善，这个变成善。好，这里面马屁，一群。都要讲科学科理，这里面唯一都要这样，你跟别人讲，你以为这些人离开道德中德，你离开道德中德，有王道的，这个地名上，当时我这样说，这个人东西达到地边，他达到自在，他就是道，所以。道以德，道德，写成共道不离德，德不离道，德是道中出来的一个完美的用，这是道，这是孔径，这孔径来讲，有点水路，有点自在，有点这里面问呀，答一两万，这个问题里面，这个问题。德是不是看重所以你跟我这里讲的就怎样婚姻婚姻，所以这表的人在这里要注意，婚姻如何发生？婚姻最大的一切影响，感觉一切你往这个不正的，是个一婚一家的人，比较不正的人，所以你稍微你会认识在讲收回来一个是刚一年是说我为了不能说有婚姻的这方面这前面这些一五情况心理有传方面不管是指咱们不管是情况上方面这是传的有传福音名的这些养这个方面关系跟自己基本上的差不多那么分表象所以讲，你做作品，公平来你，回应结果，这种事情，做完我们自己5个之后，我们这里面谈该怎么谈所以这我们这样做，我做把做些好在这位，也搞在其中，因为这是我的工作里面我就来做准备。就是呢，这个说物件，这个高在是讲，就是优点的经济，你既然这个优点的经济来有了好，你也可以怎么讲？这个是这个你来这样好，这是这用的，你这个东西对，你也讲话中间，这是优点模式，你个讲话中间你明白。但是这个这个空间里面，这个高在这里面，这个地方，以一流影响，进化以一流影响，进化以一流传递，但是现在我们讲这个施作的有资金这个硬性的高位，
你能够避免那个方式，就讲讲过去传在基本的情况，迄大家分别在地方。如果你讲这个物件无做计算，无计算大，伊个计算问题，你的生命，伊个生命可能会产生投机啊掉下来，损失非常的厉害。第三个是人生的物件，伊是咱做会的对方，开始从一花开模样，来兼各所联系。在目前到这个时阵，我就参与得做做，这一定以往不能谈的，这个当中一定公告，我做一定公告做一定不告诉的构建，一定传到我来。这个经理，这个经理我还经理发经理，对不对？加上我讲我们这个方面讲我的机会，所以你一定还是把运转对，分别那个规定来。这上说这个什么有关这个电网上，当时我要说建立不管是部位然后像这生意呢，这周边的这里到底部位已经能看到，有业开始有地方，这些你这个问题有告诉我们部位，这是那对他问题当中可怜。那我们说拿出了一个道理，在后面这个中间这个道理，我想现在都开发出来，现在开发出来，可信不如何了那我们不可一致的它不可以视为那个比较，但是这部位在它里面功能你能把这个跑的上来，这个到了，最终还是这种达到的那对我这个他不在这个可以产生讲真讲你如果能够真正的他建议而说好，那到这里说的，这来真正有那个地方好，这是放结局。接点是被点到举弓，坤到举弓。第班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仪，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是被鞠躬，坤到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是被鞠躬。一起持架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仪，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2鞠躬，纵下2鞠躬，坤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2鞠躬，纵下2鞠躬。好，大家晚上好。谢谢。嘿嘿。好凉，刚睡觉。